韩世世界系咪也过考博士的呢？博士的会同太子爷韩国集训，韩国讲书的多，有的人都太爷还会做一件事情。自家军也给客家姊妹从细路过考出物，人家以睇农民会林业试验所，主要研究树冠层嘅附生植物。因正一个树冠层睇树位嘅20公尺以上按高哦，最难层面研究相关的调查还係真蛮少。比较多的韩国做事情，自家军入去学博士的，成日到山那用熟嘅雕卵来做调查研究。虽然佢辛苦，不过也认真安尼记录到许多睇地面上最难看得到嘅景色。向下谈论自家军北上太书的来探索太子爷。每一拜都跟书档啊都有新的发现，就是其实这个自然界是还有很多未知的。做好装备，自家军2日来到18国家公园，睇海拔1800人公尺嘅石间游疗区，准备要北上22公尺高嘅树冠层做研究。雾林带叶片就有一些分布海拔较高的兰花，像了高山龙兰，高山龙兰就会都了差不多海拔2000，人看得到。啊，其较特别所在就会去上地树档，所以树档较无水分嘛，然后它就会有这种假球茎，一 Q 一 Q 量，这个就是保持它，就是它会把水分储藏在里面。自家军喺农委会林业试验所处理研究员，主要研究树冠程度的附生植物。附生植物它就去上到树档嘛。它就没有办法从土壤吸收水分跟养分，所以它的水分跟养分就从这些雾来。所以在雾林带的话，附生植物就会特别多，没来好的雾林带原因之一。雾林带喺全球分布嘅小有改下，热带亚热带国度必须配合地理位置条件，但是喺咸海拉群嘅山，用台湾来讲。海拔1200到2500公尺边内，大概当初开始就会有蒙沙眼，就係人工嘅雾林帶，係個特殊嘅景觀。因為有雾在這邊，然後它會反射那個陽光反射之外，然後它還會保持溫度的穩定。後來我們就是有在做研究，就發現說，既然這邊的生物喜歡這種穩定的生態環境，你可能就會發現霧林帶的生物在可能氣候變遷之下，它會首先比較可以觀察到它有受害的情形。附生植物有清太嘅比例係結類同蘭花，亦都冇辦法對內容得到養分同水分嘅植物有自家嘅生存方法。這個塊根也是儲存那個水分跟養分，就是有時候我們常常看到颱風過後，它們會被打下去啊，打到樹那個地上，或者整棵樹倒了，可是它都還可以活好多年。對，就是靠它們這些儲存的養分。該校植物嘅自家軍對同研究所時期開始研究樹冠層嘅附生植物。因為樹冠層至少睇樹嘅20公尺按高嘅素材，困難層面調查，相關的研究未改少，有2000多人類還無發現嘅生物同生態。為到我了解自家軍一個牛牛嘅一個什麼嘢，學白樹嘅罕見自家進修練習技巧。雖然它只是一個工具，可是你要熟練這個工具、這個方式啊，又開新的時間去練習啊，然後還要自己常常去進修上課，所以我們有時候都自己花錢去上課，然後裝備，因為裝備很多台灣都買不到，像這種
爬树的技巧啊，都日新月异，国外啊、台湾啊，然后都常常大家会想出新的方法。那有时候也要去问人家，或者是上网去看那个 YouTube 的影片。徐家军的老公每个接评论机都山拿度白树诶做研究。树上，你就是常常会有很多新的发现啊，比如说兰花啊，还有一些甚至是动物啊、飞鼠啊，他对大自然的观察非常入微。那我觉得他的那个敏锐的观察力，我觉得我很佩服他。今日徐家军两公婆北上20几公尺高的实践树冠平台，其實也算係學者專家做樹冠層研究過濾片安全的所在。在98年嘅時間，有針對亞咧雪見地區的樹上的植物，就是長在樹上的，像蘭花、蕨類，做全面性的調查。那嘅時間冇亞咧平台，所以人攏吊喺啲樹嘅當個。過辛苦，那還有背面講，就雪北國家公園就上講去個平台，那以後調查人員可以喺當個較順序可以做一些調查。雖然大部分的研究，徐家軍如愛青山網北上樹誒，每一人調睇樹嘅項做調查一定辛苦。唔伊講，做得看到按到本人所講嘅大自然景象，乜嘅辛苦都達得。那一次去棲蘭就去爬扁柏，然後才往上爬不到10公尺，就開始看到那個樹幹上啊，全部都是一葉蘭。啊，那時候還是花季在開花，我就覺得很高興啊，就想說啊，這個生物就是它其實還是很多，只是我們以為它被採光了，就快絕種了，其實沒有。就是那個算是，對啊，其中一個蠻讓人高興的經驗。是雅各土無共用，正是做對有無共用的觀察團發現，徐家軍是北上團的一班看起來悶悶的抬頭並一起，沙堤樹的當過發現嗰度同位團出活的空中式發現，本熱改聽。飛機輕軌上去以後，就發現說它因為它很老，所以它的上面面積很大。然後上面不但有2代目，就其實有一些塊木，它的小孩子就已經長得很漂亮了。然後還有很多其他的，就是森林中海拔森林霧林帶裡面的那些其他的闊葉樹，然後就好像一個小花園一樣。然後又有很多像有飛鼠的爪痕啊、大便啊，然後還有感覺很多動物在那邊活動的痕跡。上去以後才發現，原來這是一棵就是。雖然垂垂老矣，可是看起來很有，其實是生機盎然的樹。神秘的樹冠層生態內，本人工作係內太空，有能見到項目本人類發現的新科學。徐家軍研究的者，才有青苔的理想，可能樹團腳幫助的白松樹。就算該開該辛苦，亦冇要見清楚大自然的新知識。